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吉悦，吃一下吉悦这个瓜呀。吉悦汽车这个因暴雷才为大家所熟知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一下出名了。很可惜它像烟花一样灿烂绚丽，但是极其短暂，只是在夜空中短暂的划过但你注意到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两天威尔吉悦可以说是叫爆料不断。我记得吉悦刚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你去研究吉悦为什么倒了，就吉悦本身你去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环境在这儿，不是吉悦先倒，就是什么高和、哪吒或者其他的。总之新能源汽车这些企业要排队一个一个的倒，扛不住的就倒下，就这么简单，只是谁排在前面而已。那内部管理混乱，没有核心的竞争力，股东支持不够，融资不畅，得不到消费者认可等等，都有可能在前面先倒下。所以说你聊吉悦这个内部怎么混乱意义不大。我们反过来说其实吉悦把这些小毛病改掉了，把这些缺点克服了，它就能活下来吗？所以这个时候苛求吉悦的管理层没有太大意义。最近这个吉悦员工万字长文怒怼夏一平，在网上也很火。当然呢，这个我没看我能理解这个一个企业倒闭那大家就不客气了，对吧？把心中压抑的长时间没有办法抒发的这些，这个时候都要发泄出来。但平常对 CEO 不敢指着鼻子骂。你想崇祯死之前谁敢批评他？等到崇祯上了眉山自杀以后，那大家都骂他，不就是一个道理吗？有人敢在吉悦爆雷前给夏一平写这个万字长文吗？一是不敢，二是不能，三是不想。对吧？不敢很简单，你要写了你就失业了。当然不能呢，一样的你要一写，夏一平一生气。不想呢，你得掂量。如果夏一平广开言路，对这个建议这从谏如流，他有可能看上你的主意。但是如果夏一平觉得你这个就是放屁，或许不裁你在这个吉悦也得不到重用。大家还记得吧？任正非自己亲自说过他说有一个新入职的员工给他写了个万字长文建议，说他对华为的几点思考。然后任正非收到这封信之后看了一下，就赶紧安排人把这个人辞掉了。那大家这个是任正非自己说的，我很赞同任正非的做法。就事后你写的这些万字长文，那肯定是马后炮，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新入职的员工，你连华为都不了解，你写个万字长文，你认为华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任正非认为你这叫不务正业，啥也不明白，就指手画脚，你还是走人吧。但是我认为他在职的时候敢提建议，总比那个公司倒闭了再提建议，那还是要勇敢得多。虽然最后被裁掉了，这个吉悦的员工这万字长文，我想你无非就是指责夏一平昏聩、贪污，对吧？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不懂营销，不懂技术，无非就是这些。你还能说他什么呢？要么就是贪腐，没有战略眼光。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企业倒闭了之后，员工把他积压已久的这个不满发泄出来，所以也很正常。那作为夏一平呢，那只能忍受，说的都是对，因为辩解没有任何意义，结果就是你吉悦爆雷了，倒闭了。任何辩解在你吉悦爆雷倒闭，供应商的钱给不了，员工工资发不了，社保交不了，补偿给不了，没法安置，在这个面前你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那你是个失败者，你只有承认错误的份儿。还有很多网友说这个吉悦背靠吉利和百度两大股东，吉悦困难时期很快就会过去，还会复工复产。有这个想法的，实际上他不会从这个宏观去分析，就是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甚至整个汽车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整个经济什么情况，世界经济又是什么情况。你不把这些看清楚，你就吉悦聊吉悦，百度有钱，吉利有钱，又能怎么样？谁能把钱往水里扔呢？明明没有任何希望的东西，他一毛钱都不想花，花一毛钱那都是亏损加剧。对百度、吉利来说，要及时止损，对吧？这是投资里面一个重要的一课。你搞投资就是这样的，要及时止损呢。吉悦的命运是什么呢？吉悦的命运就是关键职工恐怕留几个，剩下的职工全部裁掉，然后剩下的这些无形资产一些品牌说是打包卖给一家企业，从此也没有吉悦这个品牌了，吉悦就结束了，寿终正寝。至于能卖多少钱，这就不一定了，就看它的核心资产，看它的专利。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紧急关头百度果然不负众望，从节刺里杀出一个百度公关。这个一说到百度公关这个简直是百度绝对是出人才的地方，不会让吃瓜群众无瓜可吃。前有百度公关
关曲靖，大家还记得吧？就那个花了好多钱跟那个一个什么自媒体大咖，什么海参哥，向一个中专生去学习。哎，一个人大什么研究生毕业吧，啊，华为的公关的一个什么副总，百度的公关1号女1号位，居然向一个搞自媒体的花钱请教，结果就是那个自媒体的短视频没拍3条就爆了，最后被辞职。公关把自己供出去了，这是抛砖引玉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曲靖的事好像过去还没多长时间呢，这又来一个叫徐继业。徐继业是极越的公关总监，但是大家不要急，据说啊，我也看了一下，他是百度公关部出来的，所以身上带着一股浓浓的百度公关的气息啊，扑面而来。本来我确实打算到此为止，不再发声的，因为网上有太多负面的声音，让我真的是难以承受。身边人也在劝我不要引火上身。我其实胆子也小，我也害怕惹事，我也在权衡利弊，我害怕影响我的前途，害怕以后因为这件事情找不到工作。但是直到我看到我们的同事里有孕妇因为公司不交社保、不发工资、不给赔偿，拿不到本该属于他们自己的生育津贴，甚至气到孕期出血，气到早产，产后抑郁，每个人都是有妈妈的。假如我不发声，没有人会为他们发声。我可以就此放下一切，明天就去找工作，你让他们怎么办？还有那么多背着房贷、车贷，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突然失去收入，你让他们这个年怎么过得安？谣言是越传越凶，愈演愈烈。谣言说我们平均月薪5万，说这话的人估计连我们公司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就在刚刚，有位高管拿着6位数的工资，他赞美夏一平是战士，而我们是一群苍蝇。这个徐继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微博，他说啊，今天一篇所谓员工们攒的稿子很火，不过说实话，这些内容的质量比当年贴大字报的那会儿质量差远了。我没看啊，我也不清楚那有万字长文到底说什么是啥，对吧？我猜一猜大概知道了。徐继业说啊，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个公司走到今天，这都是老板的问题，任何一个员工都没有责任。无论如何，这个公司是谁带着大家干出了01、072款车型？是谁从投资者那找到钱，给包括我在内一堆傻逼发工资？大家扪心自问，这个公司最拼的人，如果有一个的话，那个人是谁？仆从的眼里没有英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这个极越的公关总监啊，如果他真的是表达这个意思的话，那他应该是脑子有坑呢，他不应该做公关呢。就这样人怎么能做公关呢？就现在啊，正是群情激愤的时候，员工赔偿、安置、工资没有着落，大家在把矛头对准夏一平的时候，这时候出来一个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徐大将军呢？出来替夏一平挡一刀，这个典型的就是拱火浇油啊！这个能叫公关吗？你这就找事，你这是嫌夏一平死得不够快，还不够惨。我不做公关，我就知道，这最好的公关一定是叫润物细无声。就最好的公关是让人感觉到没有公关，就是你吹牛，让人感觉到你没有在吹牛，这不就是最高境界吗？对吧？最好的公关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没有公关，你叫顺其自然，自然流露，润物细无声，哪有这样拱火浇油的呢？首先啊，它的主体部分，他说的这个理啊，他就是个歪理邪说。你说一个员工一个月拿8000拿1万的，你赖员工有什么用呢？员工只是干好手头的活，你给他8000，他干8000的活，对吧？你给他8000，你想让他干8万的活，你给他8000，你想让他干大股东干的活，那这个员工的觉悟，那是看员工自己觉悟，而不是你要求人家。你给他8000，人家只要负8000的责任，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反过来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些员工他能制约老板吗？然后他下面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个夏一平呢，带着大家干出了01、07 2款车型，是谁从投资者那里找到钱？那这是 CEO 的职责啊！你怎么把 CEO 分内的事情当做功劳呢？你把员工分内的事情当做他没干好，你要求员工做分外之事，然后对 CEO 呢，你对他分内之事大加赞扬。这个马屁拍的，这个公关水平也很差。仆从的眼里没有英雄，这个话他是想说极越的员工都是仆从吗？他是矛盾的啊。就你要说极越的员工都是仆从，那你就希望他们把自己当主人。他说员工都有责任吗？那仆人有什么责任呢？仆人都是工具，你让怎么干人家怎么干。实际上他的意思要发挥职工的主人公精神，员工的主人公精神。但问题这个企业他又不是员工的，跟员工也没有什么关系。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那这个就属于人格侮辱了。那谁是战士啊？谁是
是苍蝇啊。所以说啊，这个吉悦公关呢发的这个朋友圈有2种可能，一就是纯粹他的水平就这样，你不服不行，因为百度公关部出来的，有样学样。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逼宫。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啊，就是把这事搞大。因为这个互联网的热度啊，就这么几天，吉悦爆雷啊，这个热度是越来越低。刚开始爆的时候，全网都知道了，后来这些员工就维权，对吧？找各方去谈。实际上吉悦没有钱，吉悦1毛钱都没有，他欠供应商20亿，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社保都欠交，账上没钱。那这个时候职工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非常难，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时候啊，很多舆论包括职工把矛头指向了大股东百度和吉悦。你们俩股东有钱，但是大家知道啊，股东是以自己的出资为限来承担责任。也就是比如我没看这个他们的出资到底多少，比如百度他给这个吉悦汽车出资5个亿，只要他这5个亿到账了，5个亿出完了，剩下的事跟人没关系，他可以不用再掏1分钱。如果这5个亿他只出了3个亿或者2个亿，那剩下的还差的钱你得出，这个是股东的责任和义务，叫出资义务。你签好了，你要出资。当然了，他这个时点要以这个叫工商登记变更为准。如果只是双方的一个协议，那这个变成一个官司，民事纠纷了。如果他这个吉悦的股东啊都已经发生变更了，增资，对吧？本来是注册资本30亿，现在变成50亿，百度承诺再加10个亿，吉利承诺再加10个亿，结果这俩10个亿都没来，工商变更已经完成了，协议也签了，那你这俩都要掏钱，这没有办法。如果说这2个股东只是签了个协议，说我们也打算投这么多钱，工商变更没有办，那这个变成一个纠纷诉讼，人家有权利不给。总之说来说去啊，就是百度和吉利不是必然要出钱安置吉悦的员工。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帮吉悦的员工也知道，你找谁呢？公司没钱，如果等着公司破产清算，这个不知道猴年马月。实际上职工是可以提起破产的啊，职工代表，职工选出职工代表，然后去法院就是申请不能支付工资为由啊，公司资不抵债，现金流断裂，申请破产清算，职工可以，职工债权是可以申请破产重整，但是有的法院啊不受理。这个咱们有的法院呢，一听说是职工来搞破产，他不受理，为什么呢？他说你职工债权优先，轮不着你着急，你只要谁搞破产，第一个解决你的事，所以你没有理由先来破产，所以很多法院他不受理职工的破产申请。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吉悦后面的法律流程非常长，那职工他等不起，一等3年5年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他们想到的那就是找吉悦的2个有钱的爸爸，百度和吉利。但是人家有没有这个义务啊？你凭什么让人出钱呢？所以这个记得逼一下，大家懂什么意思了吧？那这个时候这个公关的这篇火山浇油的这个小作文，这朋友圈起到这么个效果，这个吉悦的几千名员工更加愤怒，群情激愤。这个百度啊和吉利一看这事闹大了，本来这个事情已经热度下去了，那作为2个大厂，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对吧？有关部门肯定找他们谈呢，给他们做工作啊，没多少钱你们就出了吧，对吧？这些职工也不容易。那最后无非就是百度和吉利2个人扯皮，看谁出多少，不就他们俩吗？最后啊，昨天好像有消息传出来，就是 N+1 把欠薪补上，把这个欠的社保补上，然后补偿是 N+1， 已经不错了。一个企业已经黄汤了，还能给 N+1， 而且是2个股东那边掏钱掏腰包补，这个不能不说这是职工维权的一个胜利啊！因为人家大股东是有义务，没有这个义务给你补偿的。因为吉悦实际上极有可能资不抵债，因为他欠供应商还有20亿，完了这个他还有那车主的买来那车后面还售后户，这些都是费用。破产清算的时候，他是先债后股，就是把企业所有的债给还完之后，剩下的才给股东分。你的债权人都还不完，你股东肯定是0啊！一个企业破产清算，股东就是打了水漂，债权排在股权前面，你连债权都还不清，哪有钱分到股东这儿呢？这个时候你想想，这个百度和吉利还掏一笔钱出来安置，你说他们冤不冤？他也冤呢，他也不心甘情愿呢。所以这个吉悦公关这个火山浇油的这篇朋友圈，实际上不管他主观是不是这么干啊，他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就是让这个吉悦的员工更加愤怒，一更愤怒的情绪就更不稳定，更不稳定大家懂，从这个维稳的角度考虑，那赶紧对吧，给他出个安置方案，把这些人散了吧，这都是不稳定因素啊，指不定后面还出啥事啊。所以这个百度的公关啊，确实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我这里还是要说一下这些员工，虽然拿到 N+1 的补偿看上去还行，但是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就是你是聪明人，那你应该在几个月前恐怕就发现吉悦不行了，因为这个行业里面都没有吉悦的发言一席之地啊，一共才卖1万多辆车，你说要淘汰一半的新能源汽车，
厂商淘汰谁啊？谁最先倒下？这玩意都不用有任何这怀疑啊！你所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企业恐怕是在第一批倒下的，对吧？一看这企业不行了，你赶紧的换地方，赶紧找工作，趁现在啊，相对来说你还能活动。等到明年找工作就更难，因为越来越多的新能源企业要倒闭。今年虽然倒闭的也不少，但明年会更难，所以你今年换工作恐怕相对容易点。也就是你一旦发现这企业不行了，或者预感了不行了，赶紧骑驴找马，这个不用抬杠，抬杠自己倒霉。不要说新能源汽车啊，其他行业都一样。如果你正在上班，你那公司一看好像不行了，或者你那行业一看越来越难，你这个时候也很多人是被动的，就觉得反正我跟着公司一起扛吧，公司不是没倒吗？我先耗着，这也是不行的，这非常被动。人要主动去应对，那你就得骑驴找马了。一旦找到好别的工作，你觉得那公司恐怕要长一点，生命力更旺盛，那你就赶紧换。与其等着这个公司倒闭或者把你裁掉给你补偿，你在那个时候再去找工作，这中间还有好几个月空档期，你还不一定能找得到。所以那点补偿，对吧？补你2月3月的有什么用呢？你耽误半年找不到，吃亏的还是你啊！而且很多公司补偿，他那个工资算法不是你年薪，比如说你一个月15000，就是按15000给你算，他那个算法也挺苛刻的。所以说啊，你在这个企业等着他把你裁掉或者倒闭给你补偿，你不如提前自己走，先找到工作。实在找不到工作，真的找不到，那只能耗在这儿等着补偿。这个是职场经验，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财联社12月17号报道啊，说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已停产数月，多名员工向记者表示，自从8月起，一汽集团领导与员工座谈，给出相应解决方案。一汽吉林自2016年来已连续3年亏损，亏损额共计30亿元。2019年上半年亏损5.1亿元，资产总额30亿元，负债33.58亿元，已资不抵债。接近一汽吉林的人士认为，一汽吉林产品研发未跟上市场节奏，同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缓慢，随着竞争加剧，一汽吉林陷入经营困难。官网信息显示，一汽吉林在售乘用车，包括燃油车产品鸿雁 Pro、新能源产品雅弘毅和鸿鹄，这我都没听说过啊！你看看这个一汽吉林，它大股东是一汽集团，这些员工啊，8月就没发工资了，谁管他们？你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集约的员工还是可以的，拿到了自己的补偿欠薪，对吧？如果你这是百度和吉利2个人顶着压力没办法，他要承担社会责任，他把问题给解决了。你看看一汽吉林，人家还是国企呢，他上面一汽集团都不给他解决啊，亏3年，已经4个月没发工资了，谁给他解决？对吧？第一个说明这个汽车行业是不是卷得越来越厉害，家底薄的、排名靠后的、没有什么前途的，肯定都得关门，活不下去啊！所以有条件的赶紧早做准备。不光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其他行业都一样啊。同理也知道啊，随着欧盟啊对咱们这个越来越不友好，就是制裁啊，恐怕是越来越严厉。我看韩国现在也开始对咱们进行这个叫新能源汽车补贴发起调查，那后面肯定又是制裁，就是提高关税啊。所以说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面临的这个外部环境是越来越恶化，内部又是扩张过快，产能严重过剩，本来是要向国外转移这个产能输出，但现在这个路恐怕很难走，这就加剧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洗牌。再叠加这个2016年吧开始了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电池质保啊8年，现在正好到了往后啊就是换电的高峰期，很多新能源车主发现换电还不如出买一辆新的，那这个时候车主就可能就发现还是油车好，这个也影响啊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对吧？在这些内忧外患之下，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肯定是逐月下滑。11月份啊，好像这个比亚迪销量就下滑了10%几啊，也扛不住了，内卷加剧啊。油车人家也在降价，不降价他卖不出去，那就大家都卷嘛。现在拼的就是谁家底厚，谁融资能力强，就是还有那些老板那些资金愿意给他烧，对吧？烧到最后，所以现在拼的一个是家底厚，一个是谁能融来钱，把对手都烧死。最后啊，主机厂家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主机厂家不会超过10家，10家都有点多了，那现在还存活的几十家都得关门，这个就像极了房地产行业暴雷。刚开始恒大一暴雷，大家还在讨论许老板这不对那不对，高杠杆分红多，快速扩张，然后央行的副行长还说个别企业经营问题。你看现在还这么说吗？现在没有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这个行业不行，你恒大暴雷，碧桂园暴雷，融创暴雷，连万科也暴雷，后面央企也暴雷，万达也暴雷，这是一个企业的事吗？你聊这个企业说经营不善有啥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新能源汽车也一样啊，到时候挨个的
暴雷。最后啊，我再说一说这个极越的车主，这1万多个人，这个都是勇士啊。就他们为什么会买极越呢？不太了解。就是买车这玩意儿，你好歹买一个相对成熟的品牌，或者是后勤保障比较充分的一个品牌。极越这么一个新的品牌，而且销量还那么少，只有1万多台。这1万多个人都是鲁迅说的，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嘛，都是勇士啊。为什么买极越呢？这下好了，虽然好像这个吉利还有什么百度承诺给这极越的车主有保障，但这个毕竟啊，以后麻烦事很多，所以我们要买车的话，你还得看一看那个品牌，因为保不齐你买了这个车之后，这个厂恐怕就倒闭了。我看有人那个自媒体说这个极越2万块钱一台在甩卖，不知道真假啊。所以我们要买车的话，你还得看一下，否则的话你就做了冤大头啊。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啊，就是通过极越这个事情，我主要想告诉大家，对吧？你要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哪一个企业都有倒闭的可能，甚至突然倒闭，这个黑天鹅事件随时发生，所以你要提高警惕，就你那个企业不行了，赶紧骑驴找马，任何在里面拖延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不是最好的方案。最好的方案就是赶紧骑驴找马，无缝切换，这是首选。实在找不到，那只能在那耗着，耗到拿赔偿，那是迫于无奈，耗到最后拿赔偿的不是最优选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